你知嘛？我成長嘅地方就好似呢度，我爸爸會騎住馬去到啲好驚人嘅高山湖，我哋會騎到一啲非常偏僻嘅荒野，嗰度有美幻絕倫嘅小溪、草地、野生動物，我好中意呢度。你睇呢個峽谷，令我諗起美國嘅大峽谷。你睇呢條小溪，你睇呢啲懸崖峭壁，你覺得咁細嘅小溪帶走咁多嘅沙石，衝出咁深嘅峽谷，需要幾耐時間呢？呢塊岩石有佢嘅歷史，就好似你同我一樣，佢係有來源嘅。好多呢啲石頭測定嘅年齡係35萬年，甚至200萬年，咁係好古老嘅。但係你可能會覺得稀奇，所有呢啲我哋睇到嘅地質構造，呢啲峽谷、岩層，甚至呢啲植物，都比我仲年輕。我出世嘅時候，呢度好唔同。我哋而家企嘅地方下面幾百英尺，都係一片森林。事實上喺1980年以前，絕大部分人都從未聽過聖海倫山。喺嗰年嘅5月18日，火熱嘅岩漿造成一股等於2000萬噸炸藥引發嘅蒸氣浪，火山爆發引起嘅崩流，鋪出所有呢啲厚達600英尺嘅泥石層。幾年之後，又有一啲火山活動造成嘅泥石流，切割出整個峽谷，仲深深咁切入基岩，咁都只係用咗幾日嘅時間。呢少少嘅一啲過去嘅資訊，就足以令你對而家身邊嘅世界有不一樣嘅睇法，係咪好神奇呢？有好多人對我哋身處嘅地球嘅歷史提出咗好多嘅假設，問題係呢啲假設點樣影響緊我哋對呢個歷史嘅睇法呢？更重要嘅係，佢哋究竟會點樣影響我哋對科學同聖經嘅睇法？神創造呢個世界究竟係用咗幾日，定係幾十億年呢？人類係猿猴嘅後裔，定係神按住佢自己嘅形象瞬間就做出嚟嘅？有冇發生過一次毀滅整個地球嘅大洪水？定係只係一個神話？換句話講，創世記真係歷史？當我哋思考地球嘅歷史嘅時候，有好多事情我哋需要考慮，但其中最引人入勝嘅係大洪水嘅記載。整個地球都曾經被洪水淹沒。創世記提到水勢喺地上極其浩大，天下嘅高山都被淹沒。咁樣如果呢個洪水係全球性嘅，唔係應該留低好多證據咩？我聽講有一位科學家花咗超過40年嘅時間嚟研究呢個問題。當我採訪佢嘅時候，佢提到一個好好嘅地方，我哋可以喺嗰度睇到大洪水嘅證據。史蒂夫，我必須承認，我嚟過呢度好多次，但我每次嚟呢度仍然覺得好驚奇。除咗我屋企，大峽谷係地球上我最中意嘅地方。史蒂夫，話俾我知喺呢度你睇到啲咩啊？當我哋注視大峽谷，我哋會見到我哋腳底下嘅大地裏面嘅故事。呢度有好似好多層蛋糕一樣嘅岩層。睇見嘛？佢哋經過侵蝕，令我哋可以睇得見大地裏面嘅結構。同一樣嘅呢啲岩層，亦都出現喺科羅拉多州，仲出現喺伊利諾州同賓夕凡尼亞州。你所講嘅沉積地層，就係指我哋睇到嘅呢啲層次啊？冇錯，最下面嗰層係最早形成嘅一層，嗰啲沉澱物嘅顆粒混合分離，從四方八面流到嚟呢一度。
然後一層層咁樣積澱落嚟，當然最後佢哋轉變成為岩石啦。咁你係話我哋而家所企嘅堅實嘅地面，如果翻到過去呢度曾經係液態嘅？冇錯，所以海洋做咗一啲令人驚奇嘅事，水嘅能力令人難以置信，積澱咗我哋喺大峽谷入邊睇到嘅岩層啊！所有呢啲岩層都含有化石？所有嘅岩層裏邊都有海洋生物嘅化石，但係常規嘅解釋係北美大陸曾經被海洋淹沒過17次，呢個過程持續咗幾億年嘅時間嚟嘅。咁你喺呢度睇見啲咩證據表明呢個解釋唔合理嘅呢？大峽谷呢啲4000英尺厚嘅平躺底層係平坦嘅，佢哋之間係平衡嘅。我哋嚟睇下岩層之間嘅接觸面，我哋睇唔到岩層之間有時間流逝嘅痕跡。你係指侵蝕？侵蝕，特別係任何大規模嘅流水管道都睇唔到。然後我哋嚟睇下呢啲岩層嘅本身，佢哋提供咗非常快速沉降嘅證據，只需要幾分鐘或者幾個鐘頭就可以產生呢啲層面。話俾我知呢啲岩層嘅故事，我意思係佢係點樣嚟嘅？當挪亞600歲嘅時候，2月17日嘅嗰一日，大淵嘅泉源都裂開咗啦，天上嘅窗戶亦都敞開咗啦。我嘅理解係海洋嘅底部隆起，某種岩漿又或者地震將海洋推上咗呢一個大陸嗰度。呢個就係呢啲岩層裏面有海洋生物化石嘅原因。冇錯，洪水喺地上邊氾濫咗6個月嘅時間，退水又花咗7個月左右嘅時間。大峽谷呢4000英尺厚嘅地層，可能代表嘅就係全球洪水嘅初期、中期。喺大峽谷當地仲有其他嘅地層叫做大樓梯。喺大峽谷之上嘅地層有10000英尺，2英里厚，比我哋呢度仲要高，係比呢一度仲要高。佢哋代表嘅係大洪水嘅後期，洪水嘅消退。消退嘅洪水喺呢啲地表形成咗好多嘅斜坡，隨住洪水回退到新形成嘅海洋盆地，有可能大陸就升起。當然，方舟就着陸喺中東嘅高地上面啦。有啲人認為呢度記錄嘅係一次局部性嘅洪水。我相信嘅係全球性嘅洪水，天下嘅高山都被掩蓋咗，係全球性嘅。但係因為洪水之後嘅山升得比較之前更高，我哋唔應該用地球上而家嘅山嘅高度嚟到衡量洪水嘅深度。呢啲山大多數都係洪水中又或者係洪水之後先至形成嘅。如果我哋企喺其他地方，我哋就唔會知道呢啲岩層嘅存在，而我哋而家能夠知道係因為佢哋被切割咗出嚟。咁係點樣發生嘅呢？我哋喺小學學到嘅就係咁樣樣嘅故事，係嘛？科羅拉多河用咗好幾千萬年嘅時間切出咗呢個大峽谷。大部分嘅地理學家已經放棄咗呢一種嘅觀點，因為好難喺幾千萬年嘅時間裏面維持咁樣嘅峽谷。你唔能夠想象一個峽谷能夠承受咁長嘅時間嘅侵蝕。咁係因為佢嘅兩側最終會碎裂倒塌。係啊，咁樣又係點樣鑿刻出嚟嘅呢？係有好多嘅理論嘅，但我個人認為比較認同湖泊災難性排水造成嘅侵蝕嘅呢個想法。經過大洪水之後，我哋有大量嘅積水留喺呢啲湖裏面。有證據表明喺彩繪沙漠裏邊有一個叫做希望平頂山嘅地，曾有一個儲存咗500立方英里水嘅大湖。所以大壩決堤，然後超大量嘅水洶湧而出，鑿刻出呢個大峽谷。冇錯，而侵蝕出大峽谷需要幾耐？或者係幾星期，但唔會係幾百萬年。時間唔係一支神奇嘅魔術棒可以解決世上所有地理學嘅難題嘅。如果拋棄咗嗰種幾百萬年嘅想法，從你喺聖海倫山睇見嘅災難性過程嘅角度嚟到考慮嘅話，咁會幫助到你明白大峽谷嘅形成嘅。我哋去到每一處，史蒂夫就向我哋展示流水強大威力嘅證據。流水迅速咁沉積下呢啲巨大嘅岩層，又迅速咁將佢哋侵蝕。史蒂夫想要指俾我睇洪水第一次衝擊大陸嘅地方，所以佢帶我走進大峽谷嘅深處。史蒂夫，當你話要帶我入谷底嘅時候，你唔係講笑係嘛？我哋已經到咗谷底，
係咪啊？我哋係喺大峽谷嘅一個旁支裏面，我哋而家睇見嘅係最底層嘅花崗岩，可以講話係呢一塊大陸嘅核心。我哋可以睇見佢上面嘅平躺嘅岩層，喺下面嘅花崗岩，上面嘅塔壁砂岩之間嘅界面，我哋稱之為大不整合。點解佢睇起嚟係一條鮮明嘅線？我嘅意思係佢好清晰。我認為佢係超大規模嘅侵蝕邊界。我哋而家睇到嘅呢一樣嘢，顯示出流過地表嘅洪水嘅巨大流量。佢只係呢度先至有。大不整合係橫貫整個大陸嘅。我相信我喺中東見過佢，佢喺歐洲亦都喺非洲。你睇呢個就係喺北美洲大陸下面。咁樣呢度呢個地層佢有幾厚呢？呢度上去嘅係咩嚟？呢度係索克巨層墜，可以講1000英尺厚嘅砂岩、頁岩、石灰岩橫貫咗整個大陸。喺佢上面仲有另外4個大嘅地層墜裂，佢哋都係連接住嘅。我哋而家睇見嘅就係全世界最有代表性嘅。僅僅係一次細嘅局部洪水造成嘅觀點，真係值得質疑。講緊嘅係一個非常巨大嘅事件。流水嘅能力挫裂咗同埋粉碎咗啲岩石，沉積出好厚嘅積層，令我哋諗到嘅就係全球性嘅洪水嚟嘅。但係常規嘅解釋完全唔係咁樣。佢哋話喺每層之間需要好長嘅時間。有人講過呢一個大不整合嘅邊界代表咗5億年嘅時間嚟嘅。你指嘅係我哋睇到嘅花崗岩第一層沉積岩之間？係，佢哋話嗰度或者有5億年。佢哋對地球歷史嘅解釋會要求佢哋咁樣去考慮呢一件事。但係當你嚟到呢一度觀察一下，佢係一個幾乎冇任何特徵嘅平面，都唔係完全嘅係平嘅，都係一個緩慢起伏嘅表面。但咁樣會係幾十億年經過水嘅力量鏟平地表產生嘅結果嚟嘅咩？喺呢一度，時間並唔係一個合理嘅解釋，所以我哋想解釋一下我哋所睇到嘅呢一個現象。每到一處，我哋見到嘅都係水嘅力量，而且係巨大規模嘅水。呢一個就係大峽谷嘅故事，唔係少量嘅水好長嘅時間，而係大量嘅水好短嘅時間。當我哋講到地球嘅歷史，時間的確係關鍵嘅問題。需要幾多時間先至可以形成我哋而家睇到周圍嘅呢一切呢？對於我嚟講好清楚，全球性嘅洪水就可以迅速咁改變地球。但係好多人仲係認為世界係經過億萬年慢慢形成。呢兩種時間嘅觀念真正嘅區別到底喺邊度呢？我需要採訪一個可以話俾我知更多關於科學、歷史同時間嘅人，因為我個背景係電腦科學。我哋就喺一個地方見面，嗰度所展示嘅歷史，我親身經歷咗一部分。我哋睇嘅呢啲展覽，令我諗起喺我啱啱開始使用電腦到而家，佢哋已經變到幾咁小巧，而且功能又變得強大。保羅話：我哋對電腦嘅認識演變，正正係一系列嘅範式轉移。我19歲嘅時候讀咗湯馬斯孔恩嘅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裏面描述到呢個範式嘅概念。範式係一個用嚟解釋證據嘅框架。所以實際上科學唔只係證據，而係你點樣去詮釋呢啲證據。比如講喺呢個展廳有一啲所謂嘅微型機，但係實際上喺我哋而家嘅範式裏面一啲都唔微型。而家係嘛？係，冇錯。係。所以要真正了解關於起源嘅問題，你的確需要從佢哋嘅主導範式開始，就係我哋而家有嘅2個主要嘅對宇宙歷史、生命歷史嘅觀點。佢哋係乜嘢？一方面，我哋有常規嘅範式，喺呢個常規範式裏面，你會得出深水時間137億年嘅漸進過程，從原始嘅簡單到今日我哋睇見嘅現狀。所有生命從簡單到複雜嘅積累必須按照嚴格嘅物理過程，其中冇思想、冇創造者、冇設計。
第二種觀點，我哋稱之為創世紀歷史嘅範式。所有事物都起始於一個神聖嘅創造者嘅思想，一個會計劃、會督察並會實現嘅智慧。事實發生喺一個非常近期嘅時間尺度上。宇宙、太陽系、我哋呢個行星、生命本身，呢一切從開始就係一個功能全備嘅系統。唔難發現，從時間上睇，呢兩者之間就有本質嘅區別。當我哋睇呢個星球上生命嘅歷史，呢度有一整套資料，但係根據所接受嘅不同範式，對呢啲資料嘅解釋都會相差好遠。睇起嚟，似乎一個範式係依靠啟示俾我哋嘅歷史，而另一個範式係自己嚟構建嗰個歷史。你係咁樣理解嘅？對呢啲事件，我哋有一個見證人，而且呢個見證人話俾我哋知事件嘅過程。咁係我哋喺評估呢啲資料嘅時候必須要考慮到嘅。保羅啊，咁變得好緊要，因為我哋討論嘅唔係一個喺特定溫度將水煮滾嘅歷史，我哋討論嘅歷史係關乎宇宙嘅起源，佢關乎生命嘅起源、人類嘅起源、罪嘅起源，為咩呢個世界有邪惡嘅存在？我哋周圍嘅呢啲地質構造嘅起源、語言嘅起源，我係話呢個歷史唔係一啲小小嘅歷史，而係關乎人類嘅一啲關鍵元素，以及我哋今日嘅處境。係啊，你講嘅確確實實係所有一切嘅起源。我認為如果我哋放寬眼界嚟睇呢兩個範式真正嘅區別到底係乜嘢呢？佢唔係一方係科學，另一方係宗教嘅問題。因為雙方睇嘅都係同一套資料，喺呢個意義上佢哋都係科學嘅，而喺真正嘅最深處，呢個區別係兩個針鋒相對嘅歷史觀。我哋宇宙嘅真實歷史到底係乜嘢呢？咁睇起嚟，呢個真係一個問題。我哋真實嘅歷史係乜嘢？究竟發生咗乜嘢？呢個衝突唔係喺兩個科學觀點之間，而係喺兩種針鋒相對嘅歷史觀之間。因為創世紀嘅原文係希伯來文，我想採訪一個希伯來語專家，原文究竟講嘅係乜嘢？創世紀入邊第一個單詞係 Bereshit。Bereshit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係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haret。呢個係挪亞嘅 Toledo 嘅起頭。呢個單詞 Toledo 非常有意思，佢有時被翻譯成家譜，有時被翻譯成歷史。咁之後就係大洪水嘅記載。史蒂夫，睇起嚟喺聖經入邊有好多歷史記載，你認為係咁？絕對係噶。事實上呢，首先第一點嘅就係佢係對歷史事件嘅準確記載。作者描述嘅嗰個角度表示，佢哋相信佢哋講嘅係真實發生嘅事件，咁好明顯，因為佢哋堅持要下一代學習佢哋自己嘅歷史。當你翻睇創世紀嘅前幾章，你睇到乜嘢？你可以帶我哋睇一下嘛？佢係咁開始嘅。起初神創造天地，喺希伯來文裏邊冇宇宙呢一個詞，呢度嘅意思就係神創造咗一切。然後喺創世紀第一章第二節，我哋發現喺太空裏邊有一個水球，神要喺接落嚟嘅幾日裏面填充呢一個宇宙。你呢度講嘅係幾日？你認為呢啲係字面意義嘅幾日？原文係咁樣話俾我哋知嘅。仲有，你知啦，其他人認為呢種只係一種詩嘅表達。首先佢唔係詩嚟嘅。呢個世界上最偉大嘅希伯來文專家都肯定呢度係敘述文，而且佢哋提到創世記、創造同埋洪水嘅記載，其中一個獨特嘅特徵就係佢嘅敘事性。咁樣係同古代近東其他用史詩記載嘅創世故事非常唔同。而呢度嘅敘事性嘅記載表明佢係歷史性，意思就係你應該按照希伯來文對呢啲詞嘅通常用法嚟到理解呢一度嘅用詞。單詞 Yom 嘅意思係天，佢嘅基本用法就係我哋講嘅一日24小時。唯一能令佢代表更長一段時間嘅方法，就係你強加俾呢啲文字一個外來嘅概念，
硬係話我先前認為呢啲係幾個時代，所以 Yom 嘅意思必定係時代。但你應該從文字開始。如果我哋從文字開始，Yom 嘅意思就係日。所以我哋嚟睇呢啲段落，提到亞當夏娃嘅創造，你睇見嘅係一個清楚嘅歷史事件。呢個立場正好同人係經過漫長嘅過程進化而嚟嘅常規範式係對立嘅。聖經嘅文字同標準嘅常規範式係唔相容嘅。聖經教導神創造咗人，藝術咁樣將生命嘅氣息吹入咗去佢裏面，按住佢自己嘅形象做咗佢。然後當然女人亦都被造，有咗婚姻，有咗墮落，然後喺挪亞嘅家譜入邊記載咗整個洪水嘅過程。講到洪水，佢係一個全球性嘅，我唔知道有幾多次，35次左右。單詞扣佢嘅意思係全部出現喺大洪水嘅記載裏面。如果咁係對人類嘅審判，咁樣佢必須係全球性。我哋繼續睇創世記嘅前11章，我哋翻到去第10章，係各國嘅列表，亦都係挪亞眾子嘅列表。喺呢一章，佢哋提到呢啲人喺各自唔同嘅國家講各自嘅語言，所以摩西喺創世記11章1至9節又轉翻個頭解釋呢啲語言點樣產生。然後我哋就嚟到咗他拉嘅家譜，而他拉嘅家譜並唔係關於他拉嘅，而係關於佢嘅著名嘅兒子亞伯拉罕。睇起嚟就係好明顯，喺呢啲事情我哋前面提到嘅起初之間冇中斷點。佢係一個整體嘅長嘅歷史敘述，係咪啊？係，事實上家譜係框架，唔僅僅係創世記嘅框架而已。而呢啲敘述係鑲嵌喺家譜裏面嘅。到咗路德記，家譜又再次被提起，而且就係稱為托勒都，為嘅係確立大衛係猶大嘅後代。咁樣就係雅各所預言嘅要求嘅。然後我哋進入咗新約，耶穌嘅血統點樣確立嘅呢？通過兩個家譜。一個係經過瑪利亞呢一條線，一直追溯到亞當嗰度。史提夫，鑒於我哋已經睇到嘅所有呢一切，貫穿創世記嘅歷史敘述，包括列出嘅所有家譜，有幾重要呢？咁對基督教有幾重要呢？佢表明基督教有歷史根據，咁係聖經講嘅，而聖經代表咗實際嘅歷史資料。所以基督教唔係盲目嘅迷信，佢嘅見解係有強大嘅歷史依據嘅。呢一個見解就係我哋嘅救贖主都係我哋嘅創造主。呢啲家譜非常重要。如果基督係亞當嘅後代，亞當係喺創造嘅第6日受造嘅，咁樣地球就唔可能咁老。咁呢啲數百萬年嘅睇法又係喺邊度嚟嘅呢？我同一位地質學家喺一個地方見面，喺嗰度我哋可以更加好咁了解呢件事。你睇呢度嘅平靜，呢度嘅開揚，冇嘢騷擾你。但係有啲嘢提醒你，呢度過去曾經爆發過，呢度過去有火山，呢個火山渣堆，佢曾經噴出呢啲熔岩流，覆蓋咗呢一個曠野。正係大量嘅玄武岩熔岩。係啊，但係相比我哋喺好多地方睇到嘅熔岩流，佢實際上唔大，而且呢度周圍有1000個咁樣嘅火山。喺我哋背後嗰個細嘅，我哋稱之為一個火山渣堆。你話佢係細嘅？係啊，佢確實係嘅。呢啲火山都係細嘅。聖海倫火山1980年爆發嘅時候，火山頂端嘅2500英尺都被爆爛咗，但係同佢過去嘅爆發相比，都仲係細嘅。我哋可以翻去更早嘅時候，到大黃石爆發嗰陣時，有啲火山灰甚至乎到咗德克薩斯州，佢噴發到咗咁遠嘅地方。諗下喺印度嘅熔岩流啊，喺超過印度次大陸1/3嘅地區，累積嘅厚度高達1000英尺。我哋而家睇到嘅比起過去嘅，真係微不足道。咁話咗俾我哋知一啲過去嘅歷史，我哋唔能夠用呢啲過程而家嘅速率嚟理解地質記錄嘅累積喺尺度上有幾咁迅速宏大。咁正係我嚟揾你嘅原因。
我哋究竟係點樣確定呢啲石頭嘅年代呢？最重要嘅係意識到喺某種意義上，呢個熔岩流係一個時刻，佢係一個事件。當佢仲係液態嘅時候，裏面有從火山噴出嚟所有唔同嘅元素混合埋一齊，然後開始結晶形成岩石。嗰啲凡係有放射性嘅原子，佢哋而家喺開始累積所謂嘅子體產物，即係衰變產物。關鍵在於而家我哋用嚟測量呢個衰變嘅速度，發現佢係而家咁慢，以至需要數百萬年嘅時間冇原子先就可以衰變為子原子。咁就係數百萬年時間嘅最終來源，係基於而家嘅衰變好慢嘅事實。但係我哋可以話，而家並唔係解開過去嘅鎖匙，因為好顯然，過去曾經發生過一啲巨大嘅災難性事件，係今日唔再發生嘅。事實上，聖經話俾我哋知，過去係解開現在嘅鑰匙。如果你想了解今日嘅世界點解會變成咁樣，你要了解過去發生咗咩事。而家我哋有好多線索表明地質過程發生嘅速度並唔係恆定嘅，同時我哋仲有其他線索表明衰變發生嘅速度過去可能唔係恆定嘅。所以我哋從好多地方採集咗岩石樣本，大峽谷中嘅呢啲岩層中每一層嘅好多樣本，我哋都喺新西蘭做過，我哋喺世界上嘅其他地方都做過。我哋將同樣嘅樣本寄去俾幾種測年法做鑑定。結果我哋發現幾種唔同嘅方法對於同樣嘅樣本進行測試，所得到嘅年代相差好幾億年，有時甚至差10億年。我哋睇到採用唔同方法得到嘅結果南轅北轍。如果用唔同嘅測年法測試，個結果相差係咁大，咁就證明事實上我哋呢度有嘅係一個開放嘅系統，而唔係關閉嘅系統。冇錯，如果我哋有嘅係一個開放嘅系統，咁就意味我哋唔可以相信佢俾我哋一個可靠嘅岩石年齡，咁就改變咗我哋對於地球歷史嘅整個思維方式。因為突然間呢啲放射性時鐘都唔可靠，我哋已經有證據表明過去嘅變化速率更快。忽然我哋唔可以用百萬年為單位嚟思考，我哋可以用相對短非常多嘅單位嚟思考歷史。你係話呢啲嘅證據已經喺公開嘅文獻入邊就有？的確係㗎。為咩冇產生影響呢？當我喺大學地質系演講嘅時候，曾經有人問過我呢個問題，答案係因為人完全接受數百萬年嘅觀念，所以一旦人嘅眼光被局限於呢個焦點，任何喺佢哋嘅視野之外同呢個焦點唔一致嘅話，都會被邊緣化。數百萬年之所以重要，係因為如果我哋回顧科學思想嘅歷史，英格蘭嘅查理斯萊爾提出數百萬年，佢哋成倍咁樣增加咗岩石嘅年齡，而呢個就係查理斯達爾文嘅理論根基。事實上，佢讀咗查理斯萊爾嘅書，因而堅信數百萬年嘅地質進化，所以佢可以話只要有足夠嘅時間。我哋而家係睇唔到事情嘅發生，只睇到細微嘅變化。經過數百萬年之後，呢啲細微嘅變化就成為巨大嘅變化。如果你想用咁樣嘅方法嚟睇歷史，認為我哋係經過數百萬年嘅隨機過程偶然而嚟嘅，咁樣你必須有數百萬年老嘅岩石，否則你就顛覆咗嗰個地球歷史觀嘅根基。所以時間就成為傳統範式嘅關鍵要素。而且必須係久遠嘅時間。安德魯話：當你研究岩層組嗰陣，佢哋顯示嘅係一個被全球性災難改造過嘅年輕地球嘅證據，所以佢帶我向南去塞多納，等我自己去睇。值得注意嘅重點係呢個地形其實好穩定，過去曾經有好多嘅侵蝕，塑造出整個地形，但係嗰啲懸崖谷底都好穩定。咁就係呢度有植被嘅原因。今日一切都非常非常安靜。今日嘅地質過程極度緩慢，但係佢哋冇辦法解釋呢種侵蝕係點樣嚟嘅，呢啲岩層係點樣嚟嘅，呢啲懸崖又點樣嚟嘅。好嘅，你之所以想要嚟呢度，係因為喺呢度嘅嘢可以睇見地球年輕嘅證據。咁你睇到啲乜嘢呢？
係，我哋注意到嘅第一件事係呢啲岩層覆蓋嘅範圍，佢哋就好似一沓煎餅。例如橫跨我哋整個視野嘅紅色單位，佢就係斯內布利山岩層。喺佢嘅上方，你睇到嘅第一個白色岩層單位係科科尼諾沙岩。喺佢嘅上面仲有托約惠普。喺地平線上，你可以睇到海巴布石灰石，亦都係大峽谷嘅頂岩。呢度距離大峽谷70英里，而呢啲岩層仲喺度。係啊，的確係難以想象呢啲材料嘅龐大體積。的確，就攞科科尼諾沙岩嚟講，我哋可以喺呢一度追蹤佢穿過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直到堪薩斯州、奧克拉荷馬州，甚至進入咗德克薩斯州，亦都即是呢個岩層單位嘅範圍至少係20萬平方英里。1英里接住1英里連綿不絕，咁唔係我哋今日可以睇到嘅局部性沉積嘅規模。要想令到佢好似咁樣平鋪喺咁大嘅區域，就好似你整餅嘅時候必須好快咁將餅一次過攤平，所以呢啲岩層覆蓋嘅範圍顯示快速沉積嘅證據。安德魯啊，你頭先提到嘅嗰個紅色岩層聽起嚟好陌生。係，嗰啲係斯內布利山岩層，佢並唔係喺大峽谷中。喺大峽谷裏面，我哋從科科尼諾一下就進入霍米特組，佢哋之間嘅界線好似刀刃一樣，冇任何侵蝕嘅跡象。咁就意味住霍米特組係迅速沉積而成，然後馬上就有科科尼諾沉積喺佢上面。但係喺呢度，我哋已經離開大峽谷70英里，呢度有個斯內布利山岩層，介於科科尼諾同霍米特之間。而呢個斯內布利山岩層有800到1000英尺厚，覆蓋咗1000平方英里嘅面積。佢必須係非常迅速咁形成嘅。如果呢度需要數百萬年，我哋應該睇到幾百萬年嘅證據。喺大峽谷嗰度一個邊界上應該有幾百萬年嘅侵蝕，但係就揾唔到。咁即係呢個地區嘅斯內布利山岩層一定係喺幾個小時之內形成嘅。所以呢啲嘢話俾你知，唔單止冇侵蝕嘅痕跡，而且呢啲岩層之間冇時間距離，所以呢啲層嘅整個序列係非常迅速咁沉積。所以我哋發現覆蓋好廣嘅岩層，我哋發現喺呢啲岩層之間冇侵蝕嘅痕跡。你仲睇到另一啲證據？如果我哋仔細睇，例如科科尼諾沙岩，睇睇岩床裏面有一啲傾斜嘅帶，我哋稱佢哋為串帶床。佢哋係表示當時有喺水下移動嘅沙浪，可以同沙漠相比。重點係要意識到沙漠沙丘嘅角度係唔同嘅。呢啲傾斜嘅沙床通常係30到34度，喺水下面佢通常係25度或者更低。約翰惠特莫博士同佢個學生喺附近嘅山丘仔細測量咗成百上千咁樣嘅串帶床。佢哋都介於15至到25度之間，所以佢哋係喺水下沉積嘅。所以呢啲岩層係喺幾個小時、幾個星期內積累起嚟，喺幾個月內覆蓋咁廣闊嘅地域嘅一沓煎餅狀嘅岩層就形成咗啦。所以問題並唔係出喺相信呢啲地層嘅存在，根本唔係。問題係出喺時間，係咪啊？冇錯，佢並唔係科學同聖經對立嘅問題。當我哋傾到洪水範式、常規範式，我哋實際上係講緊兩種唔同嘅對地球歷史嘅觀點。呢兩種觀點確實係唔同嘅。當然，我喺成長過程中受到嘅係常規觀點嘅教育，學嘅係歷史嘅久遠以及緩慢嘅均勻變化。但根據創世記，世界嘅歷史係點呢？庫爾特懷斯帶我去到一個又一個迷人嘅地方，俾我睇森林化石嘅證據，解釋煤嘅快速形成，傾下生物系統嘅複雜設計。每到一處，佢都會令我睇到一啲新嘅關於地球同埋佢嘅歷史嘅嘢。我哋最後停喺一座古舊廢棄嘅煤礦入口。呢個就係代頓煤鐵公司大約喺100至到110年前建築嘅遺跡嚟嘅。令人驚奇嘅係，如果你唔知道呢度嘅歷史，而只係睇呢啲石頭嘅話，你會以為佢哋非常古老。其實如果我哋喺希臘，你可能會諗佢哋有幾千年歷史。只係睇結構本身啊，係好難講嘅。
咁樣，庫爾特，我需要你做啲嘢，因為我了解常規範式係用一條直線嚟描述地球歷史，有好多均勻變化嘅過程等等。但創世記嘅歷史話俾我哋知，並唔係咁樣均勻嘅。係嘅，講得好啊！彼得後書第3章提到咗末世嘅時候，人會話主要降臨嘅應許在哪裏？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同起初創造嘅時候乃是一樣。呢個概念就係你而家觀察到嘅嘢，而家正發生嘅，下面嘅小溪裏邊正發生嘅，地球上邊每個地方正發生嘅，一直以嚟都係咁樣發生嘅。喺地球所有嘅歷史入邊，都係一直係咁樣。經文仲話俾我哋知道，佢哋故意忘記，佢哋唔止忽視呢啲真理。佢哋故意拒絕呢啲真理。經文列出創世同埋大洪水，根據聖經，呢啲事件顯然同而家係唔同嘅。我哋呢一度睇到嘅係好奇妙嘅事情。嗰個懸崖並唔係喺原本嘅地方，嗰個懸崖本來喺大約1000英里更高嘅地方，佢下滑到目前嘅位置，咁係一塊好大塊嘅巨石，好大，巨大。今日有啲乜嘢嘅地質過程能夠將咁巨大嘅岩石滑落嚟呢？呢一件嘢延續咗足足有1英里，但喺呢啲岩石入邊，仲有一個進一步嘅證明，表明喺之前發生過更大同而家更唔同嘅一個事件，而且喺嗰啲嘅岩石裏邊嘅化石係屬於而家非常唔同嘅一個時代。所以按照經文嘅講法，我自己嘅經驗，你唔能夠用而家嚟到判斷過去，嚟了解過去。但係如果你一路追溯到起初，你會意識到聖經將地球嘅歷史編排成為幾個我哋所謂嘅時代，幾個大嘅時期。每一個時代裏邊發生嘅事情都唔同。但係如果你活喺其中一個時代，係冇辦法了解之前嘅時代嘅，因為非常唔同。而第一個嘅時代，佢就係創世本身啊！神喺6日入邊創造咗宇宙萬物，神創造咗行星同行星，佢用伸出嘅膀臂鋪展咗宇宙，顯然喺今日唔再發生。佢唔再創造行星。實際上喺嗰段嘅經文最後，佢講佢做完咗自己創造嘅工作，然後我哋就進入我哋所謂嘅伊甸園時代啦。亞當夏娃仲喺伊甸園嘅時候，嗰時同而家係非常唔同。我哋從呢段經文得到嘅咁樣嘅印象，例如果亞當夏娃冇犯罪，佢哋就永遠活着，好難想象人類永遠活着，真係一個好唔同嘅世界，截然不同。佢持續咗幾耐，我哋唔知道。但係佢突然結束咗，因着亞當夏娃食咗分別善惡樹上面嘅果子，然後神咒詛咗受造界，佢改變宇宙中嘅規則。而家太陽唔再係可以永遠發光，我哋唔可以再永遠活着。所以我哋好難想象佢哋當時係點嘅，因為我哋只係睇到而家嘅規律。如果我哋冇神嘅話語嘅話，我哋係得唔出啲咁樣嘅結論嘅。確實係咁，因為咁樣神先需要將佢嘅話語俾我哋。我哋而家提到嘅第3個時代，我稱之為洪水前嘅時代，係人墮落咗之後同洪水嚟之前嘅時期，係一個同而家唔一樣嘅世界，自然規律嘅運作同今日一樣，但嗰度嘅生物係唔同嘅，植物都唔同。嗰時嘅地球稍微溫暖一啲，各個大陸嘅位置都同而家唔一樣，可以睇得出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就係我哋喺彼得書信所讀到嘅世界被毀滅，所以洪水唔單止係將所有嘢浸泡咗一下，而係根本嘅徹底嘅改變，係咪啊？係嘅，如果我哋目前嘅了解係正確嘅話，當時有大陸遷移，彼此碰撞，造成咗山脈。山脈隆起到幾萬英尺嘅高度。當時洪水衝過整個大陸，從舊嘅大陸上邊刮去咗幾萬英尺嘅沉積物，然後再喺上邊沉積咗幾萬英尺嘅沉積物。嗰時發生嘅係強度驚人嘅地震。你所講嘅洪水前時代，而家就變成咗洪水後時代。基本上地球需要從全球洪水中恢復過嚟，大氣需要恢復，地質岩層都需要恢復，植物動物需要遍布全球。嗰時仲有大量嘅水，大規模地震，巨型嘅火山。恢復期就係指呢啲嘅災難喺強度同密度都緩慢下降嘅時期。
咁樣冰河時期係咪都發生喺嗰一段時間裏面？係嘅，出人意外，冰河時期喺我哋嘅模型裏邊，原來係洪水期間嘅水被加熱嘅後果。海洋裏嘅水蒸發，使海洋冷卻，呢啲水分漂移到大陸上空，然後降下大量嘅雨。喺某些地方所降嘅雨變成雪，但降雪嘅速度非常之快，冇間斷，冇機會融化，就積累成幾英里厚嘅一系列冰層。然後當海洋冷卻到一個地步，呢一個造雨系統就停止咗，然後嗰啲冰川就開始喺自身重力作用下崩塌融化，縮翻到而家嘅位置。佢哋繼續融化，呢個所謂嘅全球變暖，其實係地球恢復緊，地球仍然喺大洪水後嘅恢復過程中。咁真係一個相當動盪嘅時代，但係你仲有一個最後嘅時代。現代嘅時代就係從大洪水之後幾個世紀開始到而家，呢段時間係你可以通過研究而家嘅地質過程嚟到了解嘅。咁樣會導致人認為呢啲過程，如果你一直向後推，的確係咁樣。係你將而家嘅過程往後倒推，咁就係彼得後書所講嘅，就係人所犯嘅錯誤，似乎係合理，將而家伸延到過去，並唔係唔合理嘅。但你需要翻到去聖經嗰度去揾翻必須嘅資訊嚟到重建歷史。係換個角度嚟睇，如果你從聖經開始，你只會睇到故事嘅開頭。係神俾咗我哋閱讀岩石嘅能力，可以補充其餘嘅故事。我哋需要充分咁樣去了解大洪水。我哋從聖經開始，然後去研究岩石，去問嗰啲嘅岩石，佢哋會話俾你知過去發生咗啲乜嘢事。庫爾特講得好，聖經記錄歷史事件，但冇解釋呢啲事件係點樣發生嘅。而呢啲就係科學家嘅工作，佢哋試圖根據聖經歷史嚟解釋呢啲證據。但庫爾特話岩石裏面有證據，咁證據係乜嘢呢？我中意嚟到自然歷史博物館。作為一個古生物學家，咁就好似去咗動物園一樣。呢啲係所有喺大洪水之前曾經生活過嘅動物，就好似一次回到過去嘅體驗。佢就好似一個動物園，只係佢哋唔係活嘅，佢哋都係死嘅。佢哋冇氣味，咁幾好啊！仲有自然歷史博物館，唔只係話俾我哋知曾經有啲乜嘢，佢哋試圖同我哋講一個故事。我哋有兩種可能，我哋呢一度有兩個範式。自然主義嘅觀點，或者係聖經嘅觀點。國家裏邊所有嘅自然歷史博物館，世界上大多數嘅博物館都只會俾你睇一種觀點，只俾你自然主義嘅古老地球嘅世界觀。但係同樣嘅資料，呢隻恐龍係可以通過另外一個範式嚟理解嘅。所以當我諗到呢種動物嘅時候，我諗到嘅係大洪水之前嘅世界。我指嘅係一個暴力世界嘅真實畫面。係啊。咁就係點解神話凡有血氣嘅，佢哋嘅盡頭到咗，唔止係人類，人類所管理嘅所有動物都喺大洪水嘅時候受到審判。馬庫斯啊，你可以俾我哋一個關於化石同呢啲嘢點樣配合嘅整體畫面嘛？好啊，化石往往出現喺唔同嘅岩層裏面，而且大量嘅化石，數唔清嘅上億嘅化石被毀壞咗，所以每次我哋睇到一層岩石好似咁厚，我哋諗到嘅事件可能係喺幾分鐘嘅時間內發生，而唔係幾千年。呢一堆岩石只需要幾分鐘甚至幾秒就形成。呢啲大洪水裏面嘅水一波接一波湧上大陸，掀起嗰啲生態系統，或者從海洋深處將嗰度嘅生態系統帶上陸地。第一批沉澱落嚟之後，下一波又上嚟，喺上面再堆砌一批，咁就係一層層墓地嘅堆砌。連串嘅事表達嘅係大災難，並唔係話化石記錄係緩慢咁骨頭接骨頭、貝殼接貝殼，逐少咁喺數唔清嘅歲月裏面堆積出嚟。你係話呢啲海洋化石遍佈全地，甚至山脈上面都有？係啊，進一步入到博物館裏面，有啲展廳裏面有好似蒼龍嘅大型游水爬行動物。蒼龍分佈全球，包括幾個大陸上，所以睇到呢啲嘢，你會問
係啲咩有能力，有咁大嘅能力，將海洋嘅世界咁劇烈、咁有破壞性咁掟到大陸上面？大洪水係一個完美嘅解釋。當我哋喺大峽谷嘅時候，我哋睇到嗰個大不整合嘅界面，喺嗰度下面冇任何化石，然後突然一下好多化石就出現咗。作為一個古生物學家，你點睇呢？大不整合界面話俾我知，整個大陸曾經發生過大規模嘅侵蝕剝落，然後一旦我哋嚟到嗰啲裏面含有各種美妙化石嘅沉積岩，一個規律就開始出現咗。有住第一批動物嘅生態系統非常突然出現咗。喺常規古生物學裏面，佢哋被稱之為寒武紀大爆發。喺嗰度多種唔同類型嘅海洋動物第一次出現。呢個複雜而完整嘅唔知喺邊度嚟嘅生態系統突然一下出現咗。從創造同埋大洪水嘅角度，咁係完全合理嘅，因為大洪水就係毀滅生態系統嘅。而從進化觀點嚟睇，呢啲生態系統只可以隨住生物喺佢哋嘅環境裏面彼此互動、進化、多樣化而漸漸咁形成。但我睇到嘅唔係咁。反而你睇到嘅係複雜嘅完整嘅生命嘅爆發，生態系統嘅各個部分互相契合嘅，你可以睇見所有唔同嘅生物彼此之間點樣有默契，而且咁並唔係第一次咁樣發生。喺地質柱上每向上走，喺呢個化石記錄入面，你會開始睇到越嚟越多生態系統嘅快照。你睇到一個被毀滅嘅生態系統，然後又睇到另一個。佢有唔同嘅生物彼此間有唔同嘅互動，隨住洪水越嚟越高，佢哋越嚟越接近岸邊，摧毀海岸線越嚟越多嘅生物體，最終到達乾地。係，我諗我明白你想講乜嘢，就係我哋所有人都被教導過嘅範式，常規嘅範式，試圖話俾我哋知，化石記錄係生命發展過程嘅進化圖示。同呢樣嘢相對嘅係創世記範式講到嘅並唔係咁，所有嘅生命嘅複雜性都已經喺嗰度。我哋而家喺呢度睇到嘅，只不過係所有嗰啲生命嘅墓地啫。的確係咁。咁樣你仲有冇睇到其他嘅資料令你信服呢個範式呢？化石記錄有個令人好好奇嘅狀況，從垂直方向嚟考慮，唔係動物硬嘅部分，而係佢哋嘅足跡，就係腳印。咁係我哋喺唔同幾個族群入面睇到嘅模式，先睇到佢哋嘅腳印，然後睇到佢哋嘅肢體。對於三葉蟲，對於兩棲動物，對於恐龍，我第一次喺化石記錄裏邊揾到佢哋嘅痕跡，係嚟自足跡而唔係硬嘅肢體。從地球古老嘅角度嚟睇，咁真係好奇怪，而且好難理解。因為喺足跡嘅產生同留低呢啲足跡嘅動物之間，相距上百萬年嘅時間，但係咁樣明顯係完全唔合理。因為如果有足跡，咁就一定有動物，而且嗰啲動物有骨頭、有牙齒、有貝殼，點解佢哋冇變成化石呢？相反，呢種模式話俾我哋知，並唔係咁樣。喺動物留低足跡同埋被埋葬之間，並冇時間間隔。嗰啲足跡保留咗落嚟，即係話俾我哋知一啲嘢，係咪啊？第一係話俾我哋知，喺後面踏上去岩層必須係非常迅速咁沉積出嚟嘅，因為如果你出去海灘走一轉，你嘅足跡非常快就會被摧毀。但係化石記錄顯示當時嘅情況同今日非常唔同，咁係瞬間嘅死亡，咁係剎那間嘅死亡。我哋所講嘅嗰個時候嘅世界係複雜嘅、完整嘅、綜合一齊嘅。而大洪水有次序咁摧毀嗰個世界，將佢哋按垂直嘅方式掩埋起嚟。我認為將化石記錄睇成對生命嘅記錄係部分正確嘅，但係記錄嘅唔係生命嘅演化，記錄嘅係生命喺災難中企圖幸存，但係最終被吞滅。哦，咁就講得通啦。因為當神話要用大洪水毀滅全地時，被毀滅嘅唔單止係人類嘅生命，而係包括咗所有嘅生命。所以，正如你所講，而家喺我哋所生活嘅世界，同以前完全唔同。係啊，當我哋睇到霸王龍，當我哋睇到蒼龍，我哋將呢啲動物視作為兇猛嘅食肉動物。我嘅意思係佢哋係可怕嘅，但係佢哋喺最初被造嘅時候唔係咁樣嘅。呢啲鋒利嘅牙齒，呢啲威力無比嘅爪，以及隨之而嚟嘅捕食行為，似乎係詛咒嘅一部分，而其中一部分係遺傳嘅。其中一部分亦都可能只係一啲修改。有一點好重要，我哋要記住，當我哋嚟到自然博物館睇到呢啲動物嘅時候，你睇到嘅並唔係創造之初嘅世界，
你睇到嘅係喺大洪水之前嘅世界，係一個充滿暴力嘅世界，一個非常可怕嘅地方。我意識到埋喺嗰啲岩層入面數以億計嘅生物，默默咁見證住神對整個地球嘅審判。我決定我要揾一個化石層嚟觀察下。如果恐龍真係喺大洪水中突然死亡嘅，唔係應該好明顯嘅咩？我哋喺呢度嘅工作係喺藍絲岩層組裏面，呢啲係上百惡幾嘅沉積物。我哋喺呢一度睇見嘅就係所謂嘅骨床，佢累積咗起嚟一層骨頭，大約1米厚，仲差啲先至1米。就係喺呢1米之內，我哋發現呢啲嘅骨頭係有層次嘅，細嘅喺上邊，大嘅喺下邊。你睇到以林正喺度清理嘅一個脊椎骨，係一個鴨嘴龍嘅頸椎，呢個係脊椎所在之處。當我睇挖掘場裏邊嘅骨頭嘅時候，我成日諗好似佢哋仲係活生生嘅喺動物裏面。你想象到第一次睇到呢啲骨頭嘅時候嘅情形嘛？你睇呢度嘅全部都係骨頭，我哋唔需要去到處揾，我哋只需要坐低就開始掘。你哋呢個挖掘點同我哋一般嘅恐龍挖掘點有咩主要區別呢？儘管世界各地都有發現恐龍，但呢度嘅獨特之處在於佢大概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骨頭存量嘅地點。喺呢一個沉積地，我睇有5000到1萬隻大型動物嘅遺骨，每個都有7至13米長，呢啲都係好大嘅動物，而且數量驚人。我哋退一步嚟講，假設有一隻鴨嘴龍喺地球上走嚟走去，然後佢突然死咗，佢會變成化石嗎？化石嘅形成呢，需要非常特殊嘅條件。一般嚟講，我哋知道，如果一隻野狼喺沙漠上面死咗嘅話，佢嘅屍體係好快會消失。但係喺呢一度嘅骨頭，佢係完整咁樣保存咗落嚟，佢哋從來都冇受過日曬雨淋，全部保留晒落嚟。我哋今日係好難想象到到底係點樣做到嘅。喺某程度上，我哋會話化石係罕見嘅，即使從死去嘅生物數目角度嚟睇，應該有好多化石。但呢啲死去嘅生物極少形成化石，係好罕見嘅。形成化石要有好特殊嘅條件，其一就係要快速掩埋。呢啲動物喺死後嘅屍體必須要有時間腐爛，咁樣可能係幾日、幾個星期或者係幾個月嘅時間。喺呢一個過程，骨骼組織或者會被食咗，或者腐爛，然後剩低嘅骨頭被迅速咁樣沉積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因為佢哋係有層次嘅，大嘅喺下邊，細嘅喺上邊。你喺呢度就可以睇到，呢啲大嘅骨頭都係喺最下層。當開始掘嘅時候，佢哋總係先揾到細嘅一啲骨頭，而呢種情況係需要一個篩選嘅步驟。而咁只有喺災難性嘅沉積過程入邊呢，先至可能發生得到嘅。所以當我哋嚟睇恐龍化石嘅時候，唔應該堅持先係早期嘅恐龍，然後係中期，跟住係晚期嘅立場。你睇嘅角度係，所有呢啲恐龍都係同時存在嘅，佢哋本來都一齊生活，突然之間嚟咗呢個大災難，佢哋就同歸於盡。恐龍係一開始出現嘅時候呢，就已經係恐龍嚟㗎啦。佢哋同每一個人所諗嘅恐龍係一樣樣嘅。咁啊，其實對相信恐龍係進化嘅人嚟講，其實係一個謎嚟嘅。但係我哋經常聽到過渡型生物，事實係點樣嘅呢？科學家能夠列出一啲嘅形態，佢哋認為係過渡型嘅，有啲好有意思，有啲甚至乎挑戰性。但係呢啲都係常例之外嘅特例。常例係過渡型嘅化石係唔存在嘅。喺化石記錄入邊，我哋發現嘅同達爾文所期望嘅係相反，就係咁樣嘅化石記錄中存在嘅一個物種，佢基本上係唔會改變。然後就原封不動咁樣從化石記錄中消失，咁表明必然係喺進化之外嘅，因為我哋喺呢啲石頭入邊從來都冇睇到一種形態變成另外一種形態咁樣，咁係從其他嘅地方嚟嘅想法嚟嘅，佢係強加喺資料上嘅一個範式，而唔係由資料而嚟嘅範式。
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做一個創造論者好容易，只要有了解生物嘅形態複雜性嘅根據就可以啦。當我哋觀察化石記錄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生命從一開始就已經係好複雜，咁迫使我哋要去思考呢啲複雜性係從何而嚟嘅呢？唔係隨便講有信心，而係我相信神係創造主，咁係有根有據嘅。當我睇唔到進化嘅證據，就講我相信呢啲都係進化嘅結果，咁就純粹係迷信盲從，即係盲目相信。只係盲目相信。似乎無論我去到邊度，都觀察到越嚟越多嘅證據符合創世記嘅歷史記載，唔係只有一個，而係好多證據指向一個方向。當我同阿特一齊嘅時候，佢話俾我知最近喺恐龍骨入邊有新嘅發現，於是我就去到亞利桑那州嘅一個實驗室，同研究呢件事嘅一位科學家傾下。呢個係一片三角龍嘅角。當我哋將佢從地底攞出嚟嘅時候，佢就係碎嘅。當然啦，之前我哋為咗分析佢，仲要將佢整得更碎。2012年，創造論研究學會資助馬可阿米蒂同我去蒙大拿州嘅地獄溪岩層進行挖掘，係個好有名發現恐龍化石嘅地方。而我哋挖掘出一個幾乎40英尺長嘅三角龍額，一個幾乎4英尺長嘅三角龍額嘅額角。可惜佢已經支離破碎，所以我哋冇辦法將佢復原成一個角俾你睇。但係你會辨別出喺咁樣嘅碎片入面，你可以發現到有細胞結構嘅組織。哦，實在太奇妙。仲可能有一啲蛋白質，比如膠原蛋白。好難想象點可能喺據講係6到8千萬年前嘅恐龍化石入面揾到呢啲嘢，因為組織、細胞、蛋白質都好容易分解，佢哋唔係混凝土，佢哋唔會萬古常存，佢哋會分解，而且事實係根據實際情況，佢哋往往分解得相當快。無疑喺地獄溪呢一度嘅情況係加熱、冷卻、再加熱、再冷卻。任何一個生物化學家都可以話俾你知，咁樣係分解物質嘅最快方式。試諗下呢啲物質保存到4-5千年已經好難，更何況係6000到7000萬年呢？實在令人難以從生物化學嘅角度解釋佢哋係點樣保存到落嚟。好，當你發現一個咁樣嘅樣品，下一步你會做啲乜嘢呢？我哋會將呢一個化石材料浸泡喺一種叫做 EDTA 嘅溶液入面。當化石溶解之後，剩低嘅就係組織，因為 EDTA 冇辦法溶解呢一種組織。然後我哋就會將佢攞到去解剖顯微鏡下觀察。實際上就係將溶解咗嘅三角龍嘅角放大，令到你睇到佢係點樣嘅，就好似一啲石頭嘅細碎片一樣。咁樣，海文，當你觀察呢個樣品，實際發現咗啲乜嘢？發現咗啲組織？好嘅，我哋發現嘅就係咁樣嘅，咁樣就係三角龍嘅組織，佢係有彈性嘅，可以截曲嘅，佢唔係恐龍軟組織嘅印痕，佢真係軟嘅，係糊狀嘅，可以伸展，確實係組織，真係太稀奇，係咪？絕對係。如果你進一步放大後觀察，我哋會睇到用電子顯微鏡掃描之下嘅影像，你可以睇到細胞非常精細嘅結構。喺嗰一張相同埋呢一張相裏面，尤其是係呢一張，我哋原本唔會期望能夠睇得到咁精妙嘅細節。我係講呢啲結構係難以想象嘅微細，咁係一個20微米嘅量度。睇下呢啲結構有幾細，而且好完整。呢啲嘢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整碎，所以呢啲物質至少應該早就被分解，然後消失咗。咁一定震驚咗整個科學界啦！佢哋對呢一切嘅反應究竟係點嘅呢？當施韋策博士最初發表佢嘅發現嘅時候，咁啊喺2005年流傳甚廣，引起好多反響。初初係一啲反對嘅聲音，一定係樣品污染咗啦。嗰啲唔係真恐龍，咁一定係細菌，因為細菌有時睇起上嚟好奇怪。
所以有好多人對呢啲提出咗各種嘅解釋。施韋策博士於是再進一步研究，真係要好感激佢嘅功勞。佢哋開始發現蛋白質，你將其中一啲細胞打開，你睇下呢啲細胞所依附住嘅嘢，佢哋就係蛋白質。好嘅，意識到呢一點之後，又發生咗啲乜嘢？係啊，我諗一定會產生唔少嘅震撼啦。咁反而形成咗爭論嘅一部分。好顯然，我哋而家所面臨嘅係點樣解釋呢樣嘢係點樣保存落嚟嘅？唔單止喺咁長時間，而且係極唔完美嘅條件之下完美咁保存。所以呢個爭論一直係你選擇點樣去解讀。如果你去睇一啲文獻裏面幾乎有絕望嘅感覺，因為佢哋意識到當中意味住啲乜嘢。而家有啲人宣稱呢啲發現係冇意義嘅，佢哋話我哋已知恐龍有紀錄，所以睇起上嚟佢哋係以某種方式保存落嚟，有咩大不了啫？但係你真係知道佢哋有紀錄咩？你用嘅係所謂嘅測年法，但係本身就係一種測年法。你唔能夠將呢啲軟組織排除喺測年法之外。你憑乜嘢講某啲方法就算數？呢一個方法又唔算數呢？完全係範式決定結論。如果範式話呢啲必須係古老嘅，咁樣邊種方法話俾我哋知化石古老，我哋就用邊種方法。如果一啲嘢俾唔出化石係古老嘅結論，例如係軟組織，咁就必須排除佢。至少對我嚟講係咁。當然，我唔係一個微生物學家，但係我相信大多數人會話，認為呢啲嘢可能係冇咁古老，冇咩唔合理啊。好顯然，咁係違反咗測年嘅程式，佢挑戰整個測年嘅程式。如果對恐龍化石年代嘅鑑定係錯嘅，我可以講咁樣係清楚嘅證據，非常有可能所有生物化石嘅鑑測年齡都係錯嘅。所以地質年代本身就係錯誤嘅。你係話，如果我哋抽走時間好長嘅呢個睇法，我哋亦都抽走咗常規範式一個主要嘅根基。的確係咁。事實上，時間係進化理論嘅關鍵步驟。如果你想講一個單細胞系統變成一個多細胞系統，然後變成魚，魚又跳到上陸地上，生出腳，開始呼吸空氣，然後生出羽毛、翅膀，飛起嚟嘅話，只要你提供足夠嘅時間，我就可以宣稱能夠解釋生物呢一切巨大嘅改變。但係我必須有足夠嘅時間。睇起嚟，一切嘅關鍵問題仲係時間。我記得安德魯講過，達爾文先係接受咗幾百萬年嘅時間，然後再將佢嘅進化論湊合喺呢個前提上。點解時間對進化論係咁關鍵呢？羅伯特卡特博士係一位海洋生物學家，所以佢帶我去潛水，觀賞少數人睇到嘅海底世界。佢專門研究珊瑚，非常了解居住喺聖托馬斯周圍嘅珊瑚礁入面令人難以置信嘅海洋生物。我哋呢度有一啲鯊魚，睇下佢哋點用，簡直係毫不費力咁滑行啊！我都好想可以咁樣游水。工程師希望能夠做好似咁樣嘅船，好似鯊魚一樣高效能動嘅潛水艇，但我哋仲未做到。你以作為一個海洋生物學家嘅角度，我知道你喺整個遺傳學領域都有研究。當人提到進化論嘅時候，到底講啲乜嘢？你點樣定義進化論？呢一個詞嘅含義係隨時間變化，而我都相信隨時間變化。但係我唔係一個進化論者，我哋點樣搞清楚呢一點呢？實際上，進化論係相信只要喺足夠嘅時間裏邊有足夠嘅變化，就可以引申出地球上所有嘅生物有共同祖先。咁係我絕對拒絕接受嘅部分。當然物種會變化，睇睇呢一條鯊魚，鯊魚有幾種唔同嘅種類。當神一開始創造佢，就賦予呢啲生物改變適應嘅能力，可以對環境作出動態嘅反應。但佢哋終歸係鯊魚。當我哋查翻化石記錄嘅時候，佢哋仲係鯊魚。當人聽到化石缺環呢一種講法，一般人就諗到人類同猿猴之間嘅缺環。事實上喺整個化石記錄入邊，每一類主要動物之間，所有動物種類同植物細菌之間缺環都存在，強烈咁樣表明咗佢哋係唔同種類嘅被造物。
你係指一種種類唔可以變成另一冇種？可能嘅。進化論要求好細同埋隨機嘅變化嚟到解釋我哋所睇到嘅一切，但係咁係冇可能嘅。冇可能，點解冇可能？因為生命太複雜啦，細嘅變化冇辦法解釋到，就好似你唔可能攞一部電腦嘅作業系統睇一睇就跟住話哦，咁啊係經過長時間一個數位一個數位咁樣累積起嚟嘅，唔係咁樣，佢係由一個有智慧嘅人坐低喺度將佢編寫出嚟嘅。作為曾經從事電腦工作嘅人，我向你保證，如果任何一個電腦科學領域嘅人聲稱，只要將作業系統中嘅一部分隨機改變下，就會運作得更好，我諗冇人會同意。冇錯，我哋要令鯊魚進化成為一隻雀仔，所需要改變嘅數量同性質，係唔可能從每次改一啲啲嘅方式中嚟到做得到嘅。呢度係一個海膽，睇起嚟好多次，係好吉手嘅，小心啲啊！如果掂佢會黐住？唔會，佢係好吉，但係哦，唔係啊嘛，佢喐緊啊！冇錯啊，佢哋係喐緊嘅。喺隻翅之間呢，有啲好細嘅管狀嘅腳，尤其喺下邊。留心佢嘅動作啊！佢用帶住呢啲細細嘅管狀腳嘅隻翅行走啊！佢都係用佢哋嚟到吸附喺其他嘅嘢上邊。你再細心啲睇下，有1、2、3、4、5、6、7呢個動物嘅身體分成10瓣。實際上海星係海膽嘅堂兄弟。真嘅？你一定係講笑？絕對唔係講笑噶。呢個海星都係一種勒皮動物，但注意佢係5重對稱，而唔係10重。呢啲海星就係咁樣噶啦。睇下佢嘅底部啊，我哋可以睇見隻翅，又可以睇到管狀腳。佢嘅嘴係喺中央嘅，所以海膽、海星有好多相似性，即使佢哋從表面睇起嚟好唔同。非常之唔同啊！你想睇睇另一個非常之唔同嘅嘢嗎？呢個都係海膽、海星嘅堂兄弟嚟嘅。佢睇起嚟好似一嚿石頭。係啊，我要小心啲啊！佢哋會喺我上面噴啲嘢啊！呢條係海參啊，佢哋係有隻翅啊，佢哋都有管狀腳。如果唔好小心咁研究嘅話呢，就唔會知道啊！佢都係一種勒皮動物，佢哋唔中意停喺水嘅外邊。我都係將佢擺翻落去先啊！所以呢啲動物都有親戚關係，即使佢哋表面上自然不同。佢哋嘅受造係有關聯嘅，而唔係喺進化上面嘅關聯。我哋嘅造物主做出咗勒皮動物呢一門生物入邊嘅呢一個，都係基於相似嘅模式。我哋喺整個生命世界所睇到嘅現象都係咁樣樣，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咁係咩令佢哋唔一樣嘅呢？佢哋大多數嘅基因都係一樣嘅。但係有一啲係發育基因，叫做 Hox 基因，佢哋負責喺呢啲動物嘅發育嘅過程當中建立呢啲嘅形態特徵。佢哋係從一個單細胞發育出嚟嘅，喺其中一個裏邊，佢哋建立咗唔同嘅對稱性；喺另一個裏邊建立咗10重，另一個佢哋建立咗呢啲瘦長嘅動物。佢哋就係咁樣通過令人驚奇嘅方式嚟到控制胚胎發育。咁樣睇嚟，你係話當我哋從分子遺傳學嘅角度考慮呢個問題，我哋發現呢一切其實係一個非常奇妙嘅設計。完全正確。但我哋從常規範式裏面聽到嘅常規嘅故事話俾我哋知，呢一切都係隨機變化、長期積累嘅結果嚟嘅。冇錯啊！喺19世紀比較簡單嘅時候，佢哋仲未知道細胞裏邊發生嘅一切，佢哋都唔知道遺傳學有幾咁嘅複雜。佢哋可以盡力發揮想像力，但今日我哋知道咗好多嘅內幕，故事就變得錯綜複雜。你哋明白嗎？基因組係有4維嘅，第一維係稱為 DNA 嘅嗰條線。如果你想將佢畫出嚟嘅話，就必須將 DNA 所有嘅字母寫出嚟，有30億個，仲要畫一啲線或者箭嘴，從一個部分連到去另一個部分。呢一個部分會關閉另一個部分，嗰個部分會干涉呢一個部分，而呢個部分會增強嗰個部分。呢個係一個巨大嘅二維互相作用網。咁就係點解話基因組係二維㗎啦。請你等一陣啊，因為咁係一個驚人嘅想法，因為我係用一個大致靜態嘅電腦程式嚟想像，所有嘅指令都喺嗰度。但你講嘅係一個可以重新編寫自己嘅程式，佢不斷咁調整佢自己嘅指令。要等我講到4維先啦。因為我哋要先講第3維。第一維亦都係嗰條線入邊儲存咗嘅資訊，必須要按一定嘅方式排列，令佢哋喺被折疊成3維體嘅時候，仲可以運作嘅。太奇妙啦！一齊起作用嘅多個基因喺3維嘅結構入邊都係一個接一個嘅。你係話啲嘢被折疊起嚟之後，
就好似我哋得到咗一套新嘅指令，係嘅，新嘅一層資訊嚟嘅。難以置信。你係邊個編寫第一層，佢都必須了解佢喺第三層係點樣工作嘅。你頭先話仲有一位，冇錯，第四位就係時間。咁係點樣運作嘅呢？驚咗個形狀隨時間而變化，或者當你食咗啲壞嘅嘢嘅時候呢，你個肝會話我可以將嗰啲嘅毒素排除，嗰個時候肝入邊嘅染色體就會改變形狀，將嗰個新嘅蛋白質嘅基因顯明出嚟，複製好多份，然後生產一種新嘅蛋白質去到殺死毒素。而當你唔再需要佢嘅時候，染色體會再變形翻原來嘅形態。動態程式設計，所有三層都係喺第四維喺時間入邊變化嘅。羅伯特啊，咁遠遠超越咗我哋所知道嘅，甚至係我哋最複雜嘅軟體系統，難以想象。就好似一個人可以睇住呢啲嘢，而話呢一切都係偶然發生。係嘅，只能夠將榮耀歸俾神。的確，咁樣喺個系統，你唔可能一啲一啲咁建造，你需要互相關聯嘅四維複雜結構同時起作用。咁唔係你可以通過自然選擇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咁樣拼出嚟嘅。所有一切必須同時存在。係，就好似我同你講到嘅珊瑚礁上邊嘅環境，如果你冇呢啲交錯嘅拼圖嘅話，你就冇呢一個生態嘅環境。如果你除去咗其中幾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整個系統就會崩潰。佢哋必須同時存在，否則整個系統就無法存在。我哋唔單止喺遺傳層面有呢種相互依賴性，或者將佢稱為共生性。當我哋話呢種共生亦存在喺更高嘅層面嘅時候，事情就更加複雜。係嘅，事實上整個世界有一個共生性，好難想像啊！只要一系列緩慢嘅過程，幾十億年嘅時間就會發生。呢個正係我所講嘅啦。好顯然，我哋所生存嘅呢個世界係難以想像咁相互依存。無論最細嘅生物體，定係最大嘅生態體系，複雜嘅相互依存嘅關係隨處可見。我意識到神6日嘅創造喺工程嘅角度講係最合理嘅。你需要所有嘅部件同時一齊運作，咁樣每一個部分先可以正常運作。而咁正係創世記所描繪嘅神係點樣創造嘅。羅伯特仲提到神所造嘅動物有能力改變嚟適應佢哋嘅環境。有冇可能呢種動物改變嘅能力被誤認為係進化呢？當塔德伍德同我哋行過動物園嘅時候，無論我哋睇向邊度，我哋都睇見不可思議嘅精美設計。我注意到有啲動物之間有顯著嘅多樣性，而有啲動物之間有驚人嘅相似性。作為生物學家，當你望向所有呢啲生物嘅時候，你睇到乜嘢呢？好啊，特別係當我係觀察獅子嘅時候，我就好似睇緊貓一樣。同埋動物園裏面所有嘅貓科動物，佢哋身上都能夠睇到基本嘅貓性。咁的確好明顯，特別係當佢哋玩緊嘅時候，真係好明顯，唔係咩？你睇到佢哋而家喺度玩緊波或者係其他嘢，佢哋睇起上嚟係，佢哋就好似貓一樣，就好似貓咯。科學家會將呢啲歸類為貓科動物，而我會將呢啲貓科動物理解為一個受造種類嘅代表。呢一啲連續性、相似性係幾咁明顯，以至於我會講所有呢啲嘢都係方舟入面某一對動物嘅後代，並且佢哋最終繁衍出我哋今日所有各種唔同嘅貓科動物。所以呢一切唔係一個隨機嘅意外，睇嚟更似係所有呢啲唔同嘅物種都嚟自於精心嘅設計。絕對係咁樣，同埋呢個設計唔係講上帝設計並且創造咗獅子，而係講上帝創造咗一種可以產生獅子嘅動物，就好似一把瑞士軍刀，所有零件都齊全，需要幾時打開都得，佢都仲係同一樣嘢。再俾我一啲其他被造種類嘅例子。好啊，例如灰熊啦、北極熊啦，呢啲都係熊嘅種類嘅成員。仲有鴨啦、天鵝同鵝，而狗呢個種類係好有趣嘅。佢係從呢一種好似狼一樣嘅動物，喺僅僅幾百年嘅時間入面，我哋就可以配出好多唔同嘅品種。好嘅，塔德，咁睇嚟真係有意思。當神將每樣動物帶一公一乸進入方舟嘅時候，佢嘅用意係乜嘢？你覺得係點樣呢？係啊，佢唔需要將各種少少唔同嘅動物都帶到方舟，
所以事實上，當你計算嘅時候，冇錯，我哋並唔可能確切知道有幾多受造嘅種類喺方舟，但可能係幾千種，而且佢哋體型唔大，大多數動物都好細嘅，所以方舟嘅空間係綽綽有餘，確實有餘。我哋今日所有動物種類嘅多樣性，都已經喺嗰啲一對對嘅種類裏面。好嘅，塔德，我哋而家睇下啲斑馬，佢哋都好獨特。事實上，所有呢啲動物都呈現出豐富嘅複雜性同多樣性。咁樣標準嘅講法，常規嘅範式係點樣解釋呢一切呢？佢哋會用進化論，係咪？自然係數百萬年隨機嘅變異。而家所有活着嘅生物，嗰棵仙人掌，嗰隻斑馬，仲有呢度啲草，一切都有親緣關係。我哋可以追溯到數十億年前嘅共同祖先，通過突變過程基因嘅變異，仲有自然選擇，就得出我哋今日所有嘅一切。係咁，自然選擇到底係乜嘢？佢係咪具有呢一切所需要嘅呢種創造潛能嘅呢？自然選擇基本上就係將嗰啲唔適應環境嘅嘢都殺咗。所以如果你係加拉帕戈斯群島上面嘅一隻糞雀，你嘅嘴又好細，並且你唯一可以揾到嘅食物係又大又硬嘅種子，咁樣你就會餓死。咁呢啲正係我所觀察到嘅嘢。我哋可以觀察到加拉帕戈斯群島上一代又一代糞雀嘅嘴嘅尺寸嘅變化，但係佢哋仍然係糞雀，佢哋仍然係鳥。聲稱今日所見嘅多樣性嚟自於自然選擇嘅呢個想法並未被證實。關於自然選擇，我哋睇到最多嘅係自然選擇會做好多嘅微調工作。嗰邊有啲大羚羊，非常靚嘅動物，非常淡嘅顏色。野生嘅大羚羊生活喺撒哈拉沙漠嘅南端，你會發現佢哋嘅顏色係有意思嘅，因為顏色深嘅大羚羊會好容易俾捕食者發現，所以佢哋最終都會變成咁靚嘅淺色。咁係一個例子，自然選擇將一個變異轉化成對環境嘅適應。呢個例子將我哋帶翻到呢個想法，喺最開始嘅時候有一個非常精美嘅設計。我同意啊，絕對係咁，令呢啲動物有能力可以生存，並且改變嚟獲得佢哋嘅好處。的確係，所以呢一種可以改變顏色嘅能力，可以融入周圍嘅環境，必須係喺開始之前就預設喺系統裏面。唔好誤解我嘅意思啊！自然選擇隨機變異的確可以做到好犀利嘅嘢。我哋所睇到嘅各種變化係好令人驚奇嘅，但係我哋睇唔到一個種類轉變成另一個種類。我哋睇到嘅所有變化都局限喺個別受造種類度。所以一棵貓科樹，所有貓類就喺上面；犬科樹就係犬類，熊科樹就係熊類，馬科樹就係馬類。每個受造種類都有佢自己單獨嘅樹。所以你最終得到嘅好似係一個果園或者係一片森林。作為一名科學家，你所講嘅似乎創世紀嘅範式能夠更好咁解釋呢啲所有嘅資訊。我認為最終的確係咁樣嘅，因為佢兼顧咗相似性同差異性。不過就好似我哋剛才講嘅咁樣，仍然有好多懸而未決嘅問題。但係基於我哋嘅範式可以解釋到嘅現象，我好有信心可以揾到其他問題嘅答案。喺我哋離開斑馬之後，我哋去咗睇大猩猩。塔特想傾下人類進化嘅問題。塔特，我哋經常睇到嘅現象係一個新嘅發現、新嘅頭骨、新嘅骨架等等，據講可以確定整個年鍵。係啊，你嘅見解係點呢？咁啱我個袋裏面有樣嘢。哦，一個頭骨。呢個係尼安德特人。前額非常非常低，而我哋嘅前額好高，面部中部突出，但係同時佢睇起上嚟好似人類，咁就係尼安德特人啦。好嘅，你幫我攞住先啊！我仲有其他啲好唔同嘅，呢個呢就係非洲南方古猿，你睇下佢根本就冇前額嘅，直接就向後傾斜咗，腦容量好細。鼻口好突出，所以面係向前傾斜嘅。對呢啲嘢，你會點做呢？我嘅意思係，我哋可以睇更多嘅圖片，更多嘅頭骨，將佢哋放埋一齊睇。佢哋真係好多嘢唔同，
就係咁樣嘅。我哋剛才講到嘅所有呢啲受造種類嘅事，我可以用好多研究重複咁展示，我可以揾出人類非人類之間嘅中斷點。所以呢個落喺人類呢一邊，呢一個尼安德特人係人類之一，呢個就唔係啦。佢係唔一樣嘅，呢個就係神起初創造多樣性生物入面嘅其中一種。佢上咗方舟，所以喺洪水入面存活落嚟。所以當我哋睇尼安德特人嘅時候，我哋睇到嘅係一個人，但就好似我哋喺狗裏面發現嘅狗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種，我哋人都有好多唔同嘅種，所以即使我哋翻轉頭睇翻呢度嘅大猩猩，我哋會睇到我哋之間有顯著嘅差異。其中一樣係佢住喺裏面，我哋就可以翻屋企。所以呢啲差異的確好巨大，啱唔啱啊？絕對係咁樣。人係按神嘅形象被造，意味住人係神喺呢個地球上嘅代表，其中一部分係可以統治、有權柄，咁係我哋有嘅一個屬靈嘅特質。而好似咁樣嘅動物係唔能夠享有嘅。我哋人類好明顯同其他嘅受造物唔一樣，因為我哋係按照神嘅形象做嘅。只有我哋先會起動物園，令我哋可以睇到上帝所造動物嘅美麗。亦只有我哋先會追蹤時間，想知道我哋自己嘅歷史。但係我哋嘅時間觀念係喺邊度嚟嘅呢？咁係一個好靚嘅夜晚，丹尼帶我遠離市中心，我哋等到好夜，睇見難以忘懷嘅景象。唔係啊嘛，你搞到我想買個望遠鏡啊！你知道嘛？星星嘅存在係有佢嘅目的嘅。喺創世記1章14至19節嗰度記載咗創世嘅第4日，佢提到眾星同埋其他嘅天體表示時間，掌管夜晚，作記號，定季節、節期等等。人類一直以嚟都係用星嚟到決定時間。呢啲規律每晚重複，佢哋每年重複，到咗時候佢哋又會返嚟。星座嘅運行有好多規律性。咁日月嘅設計又係點樣嘅呢？我可以講幾樣嘢。有為數好少嘅機會，月球會喺太陽同我哋中間穿過，咁係好少發生嘅。但當佢發生嘅時候，月球剛好似遮住咗太陽。如果月亮細一啲嘅時候，或者遠一啲，就根本遮唔住。如果個月球大一啲，又或者近一啲嘅話，就會過分遮住太陽。所以日食係好壯觀稀奇嘅事件嚟嘅。只要喺呢個星球上邊，日食先會受到關注。而呢一個星球都係唯一一個會發生日食嘅地方。所以你必須要思考一下，呢個世界一係就冇任何明顯嘅理由存在，一係有目的嘅設計出嚟嘅。對我嚟講，咁就係意味住創造。好啦，喺我頭上邊好遠嘅地方有方形嘅天馬座，係一個好大嘅長方形。天馬座旁邊有一個模糊嘅細點，你睇到嗎？係仙女座，係我哋能夠用肉眼所睇到最遙遠嘅物體。據我所知道，佢距離我哋200萬光年多少少，裏邊含有幾千億粒行星。哦，好啦，丹尼，咁會令我有一個大問題，好多人都會有呢個問題嘅。如果嗰啲行星係咁遙遠嘅，好幾百萬光年咁遠，而我哋相信地球係好年輕嘅，咁樣星光究竟係點樣抵達呢度嘅呢？冇錯，我哋將呢個叫做光旅時間問題。我嚟試一下講明白一啲啊！我哋相信創造發生喺幾千年之前，大概喺6000至到7000年前到啦。我剛才同你講提到嘅仙女座，大概係距離我哋有200萬光年。我覺得呢啲距離係好合理同埋正確嘅。我哋創造論者需要回答呢一個問題，我哋已經提出咗幾種唔同嘅解釋，而我會同你討論我對呢一個問題所作嘅解釋嘅。創世記嘅記載裏邊有幾件事引起我嘅注意。第一個係有好多個過程發生緊，非常迅速，但係仍然係有一個過程。如果你睇創世第3日嘅記載，講到地上長出植物，嗰度講話令地生出呢啲植物就生咗出嚟啦。如果你喺嗰度嘅話呢，就好似睇緊一部播得好快嘅電影咁樣。一般需要數十年嘅生長，可以喺幾分鐘或者最多幾小時裏邊就完成咗啦。係正常嘅生長，但係異常嘅快速。我諗你可以用創世嘅1日嚟到解釋另外1日。睇下第4日嘅記載，
呢度冇太多嘅資訊，但我覺得神都係用好快嘅時間嚟到創造咗眾星同埋天體，為咗俾人睇得見同埋實際有乜有用，佢必須要將嗰啲光快速咁樣帶出嚟，正如佢令植物快速咁樣成熟一樣，佢必須令到星光達到地球。我提議嘅就係，當我哋觀察呢啲物體嘅時候呢，就好似剛才睇嘅仙女座咁樣，睇到嘅係從嗰個物體發出嚟嘅光，所以我認為曾經發生過快速嘅成熟嘅。係，丹尼啊，你仲有冇睇到其他嘅嘢？只有一個年輕嘅宇宙啊？有嘅，例如螺旋星系啦，我哋啱啱提到嘅仙女座就係一個螺旋星系，我哋嘅銀河系都係，星系嘅內部比外部轉得快。咁樣轉幾個圈之後呢，呢一種螺旋嘅結構就會被模糊咗。佢哋應該係轉幾個圈之後就消失啦。大部分嘅天文學家呢認為螺旋星系有100億年。咁點解我哋仍然可以睇到呢啲螺旋星系嘅結構呢？你應該見唔到㗎。呢個就係存在咗好耐公認能夠解決嘅問題。但係如果要睇太陽系外層嘅行星，氣態巨行星都有圓環，我哋都知道呢啲嘅環正喺度改變，佢哋正喺度被破壞。事實上呢啲嘅圓環系統入邊嘅改變已經被記錄咗落嚟，呢啲行星嘅衛星都會施加萬有引力嘅牽引，所以啲圓環嘅系統係相當年輕嘅。雖然咁樣係證明唔到太陽系係年輕嘅，但係咁樣至少可以證明到呢啲圓環系統係年輕嘅，咁係好有意思嘅。你頭先提到好多關於螺旋星雲等等嘅理論。呢啲會令我哋諗到大部分人所認可嘅關於宇宙學、宇宙嘅大理論，亦都即係大爆炸理論。你點樣看待呢個理論？佢經得起時間嘅考驗？我唔係咁睇，我覺得呢個理論有好多個問題，而至於12年之前喺新科學家雜誌上面曾經有一封反對大爆炸理論嘅公開信。呢一封公開信到目前為止呢已經有數以百計嘅簽署人。大多數嘅簽署人都係無神論者，佢哋根本唔係創造論者，所以大爆炸模型被廣泛接受嘅講法啦係唔啱嘅。有好多人、名人、好有名嘅物理學家、天文學家都唔認可大爆炸嘅理論，而且我覺得大爆炸嘅理論同聖經係冇辦法融合嘅。儘管有好多人似乎覺得可以，我覺得佢哋受到嘅試探係試圖用而家嘅宇宙學嘅想法嚟到解釋聖經。呢啲一啲都唔出奇，呢啲事情以前都發生過，仲帶嚟咗災難性嘅後果。所以我認為，當你睇低科學嘅歷史，我哋點樣拋棄過時嘅理論？我哋有本應無可爭議嘅理論，但係後來卻拋棄咗。但當你睇到呢啲歷史上嘅教訓，然後你想將創世記，你想用流行嘅範式嚟到解釋創世記，我覺得你應該要非常小心。我意識到丹尼想改變我哋嘅觀點，我哋應該用創世記嚟解釋宇宙，而唔係調翻轉。創世記話俾我哋知，神創造咗日月眾星，作為記錄時間流逝嘅一隻壯麗鐘錶。甚至古人都建造塔嚟跟蹤星宿。到底創世記係點樣描述呢啲人同佢哋所講嘅語言呢？道格帶我去到一個世界上最好嘅考古博物館，俾我睇一啲好特別嘅創世記有關嘅文物。聖經裏面所記載嘅事件發生喺古代嘅近東地區，呢啲地方對於理解聖經入面所記載嘅事件係點嘅，同點樣發生嘅極其重要。呢個就係接續咗我哋前面睇到嘅創世記裏面記載嘅創造同大洪水事件。而家我哋講到由挪亞佢哋一家開始嘅人類嘅擴散。係啊，人類嘅擴散應該係發生喺位於米索不達米亞西北嘅呢個山脈入面嘅某個地方。我哋係喺聖經記載嘅敘述入面睇到嘅係一啲人遷徙到米索不達米亞南部士拿地，然後開始城市化嘅過程，城市嘅生活。咁就係著名嘅巴別塔。冇錯。我哋知道巴別塔喺邊度嘛？喺古代嘅米索不達米亞地區有7到8個巴別城。我就一個一個咁研究咗所有嘅呢啲地方，最終發現只有一個地方滿足到聖經提到巴別塔嘅所有條件。咁就係一個叫做埃利都嘅地方，佢係喺米索不達米亞嘅東南部。我哋見到有人類往北、往南、往東、往西擴展，遠至埃及嘅證據。你所講嘅證據
指嘅係考古入面所發現嘅文物啊。冇錯，有大量同埋非常詳盡嘅物質文化，認證咗呢一個人群嘅擴展。我將佢聯繫到巴別塔之後人類嘅擴散，咁係斜邊碗有兩個，上面有我哋睇到係帶狀磚，嗰兩個帶嘴嘅罐。所有呢啲診斷性嘅陶器形態物質文化都可以喺整個近東地區揾到。聖經所描述嘅事件唔單止係語言嘅混亂，仲包括人從城市中往外分散。因為我哋睇到語言，或者係講語言嘅書面表達，唔知道喺邊度就突然彈咗出嚟。呢啲語言或者可以係楔形文字，或者係象形文字，或者其他形式保存落嚟，所以你睇唔到所有嘅語言都跟隨一個統一嘅規劃。各種語言嘅文化都好唔同，即使係古代嘅語言入邊都係咁。睇起嚟，創世記記載嘅巴別塔係考古學非常非常關鍵嘅一個事件。係啊，所以呢啲證據同聖經所記載嘅多種語言係點樣產生，都係相當一致。咁係唯一可行嘅解釋，所以聖經歷史嘅真實性最終被呢一啲多種語言嘅表達所論證。我哋而家大多數人諗到嘅塔，就係我哋喺大城市睇到嘅嗰種有住高大直長嘅。當時佢哋做嘅真係咁樣？本質上佢係金字塔嘅一種變種，有4個面，有幾道台階可以通到去頂部。喺埃利都有一個寺廟，經歷咗18個唔同嘅階段，喺每個階段佢嘅尺寸複雜性都增加咗。然而喺呢個寺廟嘅最後階段，佢就喺烏魯克擴張嘅後期被放棄。喺呢個寺廟嘅斜對面有一個好大嘅平台。你覺得嗰個可能係巴別塔嘅地基啊？冇錯，我認為喺烏魯克擴張嘅後期開始，造塔技術都隨住人群擴散咗。我哋發現呢一種廟塔嘅形式喺世界各地都存在。我哋喺中國發現，我哋喺印度發現，我哋喺美洲各地都發現，到處都發現到。顯然呢度有文明嘅痕跡，人開始聚居成社區，甚至城市。我哋仲有其他證據？當然有，我哋可以推前到亞伯拉罕嘅時代，因為我哋知道亞伯拉罕曾經係住喺吾爾，咁喺米索不達米亞南部，喺西元前第3個千年嘅結尾。咁就將我哋帶翻去創世記第11章。冇錯啊！事實上，你睇到一啲陶器、一啲楔形文字嘅牌，出自吾爾第3個朝代。咁真係好有意思。我哋坐喺呢度諗到呢啲，諗到亞伯拉罕，而呢啲嘢正代表佢哋所身處嘅文化文明。咁係創世記嘅記錄，好精彩嘅聯繫。咁好有趣，令你感覺到好似親手觸摸到聖經所記載嘅事件。當我回顧歷史嘅時候，我意識到呢啲文化每一個都被創世記記載嘅事件所影響。但係創世記對今日嘅我哋又有幾重要呢？喬治格蘭鄧想喺佢屋企附近嘅一個花園見我，佢話嗰度會令我哋諗起人類歷史嘅發源地。所以創世記文本中提到關於亞當夏娃被放喺一個花園入邊，係有重要意義嘅。咁並唔只係一個故事嚟，意義遠超過一個故事啊！你喺創世記第1章所睇到嘅一件事係時間嘅結構，宇宙嘅創造啦，係為咗24小時嘅一日啦。所以每一件事就好似我哋嘅睡眠習慣啦，仲有我哋嘅工作習慣，都係嚟自於呢一個決定性嘅歷史記錄嚟嘅。當我哋嚟到睇到創世記第2章，我哋開始睇到人嘅意義目的。當然喺創世記第3章，我哋睇到每件事都係被始祖嘅墮落搞亂咗。墮落嘅歷史事實，一個真實嘅男人同一個真實嘅女人，確實係犯咗確實嘅罪。呢個事件嘅影響貫穿咗餘下嘅整本聖經，
如果你去除咗一個真實嘅亞當夏娃，咁樣係會完全改變歷史嘅面貌，以及我哋對歷史嘅記憶嘅。係因為當我哋將亞當夏娃從歷史記錄入面抹去嘅時候，我哋就可以隨意捏造我哋對人、婚姻甚至性別嘅睇法啊！絕對係啊！使徒保羅知道創世記前幾章所記載嘅事件，唔單止樹立咗我哋對於歷史嘅理解，而且都樹立咗兩性嘅關係、父母同兒女嘅關係，仲有婚姻嘅特徵本質、道德關係中嘅對錯呢，包括喺性方面嘅，其實所有呢啲都係基於創世記頭幾章嘅呢啲記載，而且經常都係逐字逐句咁樣嚟到引用嘅。睇嚟司徒彼得亦將大洪水睇作一個歷史事件，並用佢嚟講述嗰個將要嚟到嘅末日審判，所以甚至連末日審判都係基於對呢個歷史記錄嘅理解。如果你將一啲嘅片段從歷史中除去嘅話，你會發現你對整個歷史呢係冇辦法解讀㗎。我覺得對於大部分基督徒，當我哋講到譬如話基督嘅一生，我哋會理解為歷史嘅事件。咁係為乜嘢？當我哋睇到創世記嘅記載嘅時候，我哋會傾向於唔係咁樣理解呢？我哋傾向於咁樣做，係因為我哋不斷咁樣被勸唔好咁樣去到睇啊！俾我哋所處嘅文化，我哋所處嘅文化啦，仲有神學家啦，現代嘅神學家呢，喺頭腦入邊總係呢企圖用聖經嘅真理去到配合所謂嘅科學發現。如果你對科學史稍微有一啲嘅了解，你就會知道啦，咁樣係一條非常之唔可靠嘅路徑啊！所以我哋不斷咁樣將呢類嘅資訊轟炸，要求我哋必須調整我哋嘅呢啲觀點啊！但我認為仲有好多基督徒覺得創世記嘅歷史性對於佢哋嘅基督信仰並唔係咁重要嘅。我覺得咁樣係欺騙緊我哋。當你將呢啲嘅章節歸類為完全係非歷史性嘅時候呢，其實你正喺度對聖經嘅其他部分做緊啲乜嘢嘢呢？嗰部分嘅聖經假定佢係真實嘅，嗰部分嘅聖經又將佢視為係歷史事實，嗰部分嘅聖經又有用到嗰度嘅所有人物，咁係唔係會否定咗整本嘅聖經呢？係啊，正係18世紀同埋19世紀嘅時候，高等批判所用嘅嗰啲嘅策略啦。佢哋知道，如果你可以攻擊創世記嘅前3章，或者係前11章嘅話，咁樣你就可以將佢整個聖經否定咗。好嘅，喬治，所有呢啲將我哋都帶翻到一個理念。就係創世記記載嘅歷史，或者任何真正嘅歷史，對我哋理解我哋周圍發生嘅事情係至關重要嘅。係嘅，事實上咁提醒我哋，歷史喺我哋對於定位其他人類學科有幾咁嘅重要。係歷史幫助啟發咗科學，科學先至可以開始佢探索世界嘅旅程。所以歷史話俾我哋知道發生咗啲乜嘢嘢呢？然後科學要做嘅就係問呢啲問題點樣發生啦，然後就開始探索嗰啲歷史事件點樣發生，其中嘅機制結構。如果你嘗試顛倒呢個順序，如果你嘗試俾科學嚟到解釋發生咗啲乜嘢事嘅話，咁樣你最終會擁有一個不斷轉換嘅世界觀啊！冇乜嘢係確定嘅，佢嘅必然結果就係道德相對主義。神已經賜予我哋嗰個基石，佢以嗰個歷史記錄為我哋立定根基。佢俾我哋嘅歷史記錄一直追溯到創世記第1章，到伊甸園嗰度。最後，我諗我哋總係會返屋企。對我嚟講，屋企係科羅拉多。當我沉浸喺上帝創造嘅美麗之中嘅時候，我嘅思想總係會更加清晰。我哋去咗好多地方，睇咗好多嘢，但係將所有嘅嘢綜合起嚟思考，
好清楚，離開創世紀嘅亮光，呢個世界就係一個不解之謎。我中意留喺山入邊，尤其好似咁樣嘅山，佢哋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視野，幫助我哋意識到我哋嘅渺小、有限同脆弱。佢哋令我哋謙卑，我哋需要謙卑落嚟，因為我哋傾向於將我哋嘅想法建立喺我哋自己有限嘅經驗上。正因為咁，每個時代嘅智慧都不斷話俾我哋知，要了解歷史。到目前為止，我哋所做嘅就係嚟觀察呢啲證據，佢哋顯示出創世紀入邊記載嘅歷史係真實嘅。神用6日創造咗世界，亞當夏娃係真實嘅，佢哋嘅墮落都係真實嘅。曾經有一場洪水摧毀咗整個世界，造成咗呢度所有嘅一切。呢度好壯麗，但都代表住神嘅審判。每件事都支持神所話俾我哋知嘅嘢。創世記係歷史，真實嘅歷史。